哎呀，各位聽眾，我真歡迎到啲先正啦，歡迎到啲，我死！歡迎大家嚟收聽，今日嘅節目我頭我就審批四แล้วก็有嗬，即係禮拜攞到啲 YouTube 看嘅人嘅，那是攞嚟看到YouTube 啦，那是一聲嗬。冇是嗶嗶嗶啵，特別同啲話就即係定位節呢，嗶嗶嗶是我就鬼冚做啲 music 了 audio 嗰啲鬼做鬼。當今咩我特別嘅邊哇，即係特別嘅邊個車到咁先生哦，喺英國中哦，到啲Clubhouse，因為到啲 Google Meet 嚟，有啲隻咖喱麵嘅煮。冇啦，Maggie 麵啦。Maggie 麵攞係 Maggie 麵佢咁先生到呢邊對去過英國過新疆，你是對當這個，你是新疆是過了新疆甲對，還是對去過新疆？過了新疆甲對。哦，講對就是車力。哦，所以你對，這邊是你過了新疆甲對？咩聽眾？等人正一邊嘛，佢了哦，你出來人就真係輸個了。佢了我嘛順咗一邊咯，因為後生嘛就一邊晒後生咯。對。แล้วก็จะเป็น Clubhouse 入邊，特別嘅เป็น Clubhouse 入邊就使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高沙子歡迎。Hello。ก็茶米粉歡迎茶米粉。Hello， 小巴貝。阿貝個，แล้ว應該等你接了。教劍先生，個波劍啲歡迎波劍啲老長。Hello。波劍啲白車好。5點早起。5點啊？5點半。5點半。喲，夜車起來教我講條日子啊！แล้วก็我特別嘅邊咧，阿龍請佢特別阿龍佢冇嚟。阿龍成日 set up 你 blind date 啦，佢冇嚟。我要攞佢點去食物件哈，到嚟啦，佢冇出現。所以我諗嘅特別嘅邊咧，咪就咩嚇？你特別冇講過，嗱每個咩叫晒？我名 Jules。特別我諗叫花名，諗講花名喎。你花名係咩？你成日細漢嘅時啊，還是平常時人叫你一個花名喲？我有一個花名咯，特別咧，你名是 turn out to be a French name。我嘅花名是名 Nene。Nene， OK， 好，一名 Nene， 那個 Nene。唔係啦，Nene。Nene 啊！買啦，派錢咯，買啦。就會計，嗰時阿老講計冇好線啊，冇。咩Nana個影啦，咩Nana啦，Nana個影。Nana 真好記哦，我未見Nana，我見Nana。please 啦，買啦，派錢啦。冇就經學見名啦，掉嘛，那是，我咪是Nana。Nana 係咩？學緊話。就是 Nana 咯，掉。阿莫Nana係咩？Nana 啦嚇，我冇Nana咯嚇。阿莫Nona。Nona 本嚟本來係有豬娘嘢隻嘛。Nona，OK。OK， Nana， 你屌死 Nona， 歡迎。แล้ว你按怎辦？我諗嘅後點阿龍嘅，後點阿龍是阿龍負責跟我上公司嘅咯，then 伊過去中國咧，我都到中國做。哦，到啲 M 要呀。嚇對。哦，我未記咗咩啊？伊是印度還是冇還是嘟呢？嘟對啲嘅，啲嘅嘟 ，OK， 對，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我問佢啦，我正啊有即係人嗰隻娘娘隻係邊嘛？我聽講你隻有豬娘娘隻喎，แล้ว嗱嗱你是。安怎介紹看咯？安怎以後煮娘娘食？你是你自己出來，唔是娘娘食細漢個食個大漢哦。對，我誒嘛仔平時娘娘咯，所以我祖啊，我媽，我姨啊，嗰兩隻狗煮食，所以我細漢食嘅菜就是娘娘菜哦。
恁特別咧，你知啦，我嘛是食夠煮食人誒，伊煮嘅物件敢真好食。恁一個灶袂使有兩個曲嘅嘛對，所以我無煮咯，我細漢無煮咯，然後一個灶卡袂使有兩個裝破，一個灶卡袂使有兩個裝破，特別咧，你是頭看啦，你有看伊安怎煮係咪啦？有啦，我無伊做煮啊，反正恁都去國時，像食阿面物件嘛無伊做煮咯，然後有家己煮淡薄，then after that 我都無煮啊。until 我家己買厝了，家己有家己 kitchen 嘛，then 我就 start cooking 咯。開始是我大了甲阿龍大概做上工嘛，I mean 上公司啦，了過後咧我就 quit 了，แล้ว我就 start 煮食咯，煮食 then 我有夾 course。哦，你是quit 你個到中國是你對去邊呢？冇啦，對嚟邊呢？我到中國內面嘛，阿龍嗰邊對面嘛。哦。sorry 我點咗物件แล้ว所以你對去邊樣啦？你就講了就對邊樣？แล้ว就去煮食哦。แล้ว我看到有一個迄個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 啊，迄個是叫 Battle of the Chefs 啊，邊樣咧？大概兩年咧有一個比賽，迄個是第只大比賽，然後有外國嘅了誒，迄個總鋪來比賽咯。哦。then 有一個 category 是叫traditional Nyonya cuisine。哦。then 這個菜是我正識嘅啦，所以我是報名咯。你就會煮7項菜，2點鐘以後你就會煮7項菜咯。哎呦，內邊。這是幾年啊？2016。2016是OK。then 係你總鋪嘅咧是 hotel 啊 restaurant 啊 celebrity chef 嘅了啦。แล้วรู้咧你是你冇開店係咪個啦是？I mean 你冇你。係是我有教人做啫。哦。係我有教人做啫，做成家國錢嘅款啊。แล้ว我咪是講OK 哦，去比賽哦。我咪是報名咯。報名了。迄個比賽你再叫另外一個人來 help 你成個 sous chef 款啊。然後我教我一個 friend 咯。我 plan the menu แล้ว我 practice about 3道啦。如果一道嚟煮就7項菜嘛。嚇，你知？哇！你朋友咪真歡喜哦，出來人，很知啊。冇啦，然後咪是煮一個月 practice 一道咯。then after that 才是8個月時，咪是去比賽咯。嚇，你煮咩菜 ？Amy Bell。哦，兩把 Amy Bell。Amy Bell 成日就識喎，你是 chef 啊？伊寫 recipe。我知道，對，就打架出嚟。Amy Bell was one of the judges 啦。哦。喺個出呢新加坡啦，咁樣本身係個評判咯嚇，嚟去好如何分啦。我煮嘅菜咧 ，actually 我 menu 我幾難到 ，because 咧我係 impress the chef。我係 impress 人嘛，then 我煮嘅菜嘅咧是 forgotten recipes。你煮下咩味？但係面熟啲人冇煮咧。有 maybe 有特別咧，冇講真正 common 啊。普通。我煮，較少人出嚟煮嘅啦。啊對，你咪就係你江湖嘅格拉布。江湖嘅格拉布。在。格拉布江湖嘅。在。在，我嘛做過。格拉布江湖嘅在。格拉布江湖嘅係咪用ikan bilis 啊 ？OK。一樣長頭嘅。用ikan bilis 嘅煎成咯，然後你炒格拉布去炒咯。OK，所以伊個好似係轉咗，伊江湖嘅煎了啊，你食個係只黏嘅食藤嘅呢。哇，個較勁啊！咁樣講。你格拉布係那款本嘅咩？你是成個煮啊，冇成 caramel 那個到底個較只 end 嚇。嚇，冇。係是拖豆嘅嘛，係。冇上嘅。即是格拉布，你講下格拉布，江湖鏡我成冇食過咧。哦，你唔是講江湖鏡啦，係，你是講係煎糊，唔是煎糊，係細煲嘅係係比啊，唔是。我講嘅就是江湖鏡。江湖鏡好 fresh 嘅ikan bilis 啊。炒格拉布。對，有特別有落講 fresh。大你浸水。哦。你切係大你嘅錢哦，
錢啦嘛，咖喱咯，嚇了，咖喱啦做咖喱布咯嘛是係長頭啊，香蕉啊，長頭鏡會鏡，冇啦，冇必須是冇，係你冇會鏡，咖喱冇用會鏡嘅。哦，佢哋是簡單嘅啦。哦，係簡單，即係食kerabu ke ka，不kerabu ke ba，然後呢係sambal啦，差不多嘅上你款。冇sambal，bis 唔是sambal。哦，長頭鏡，嘅啦，OK。特別啦，咁講啊，係你ikan bilis，如果你煎咧，如果係能冇食嘅即係咪？哦，meltosa 咧。所以咖喱咖喱咁咖喱咧黏黏嘅咧，一路係多 gram 嘅，只有好正。哦，OK，即係你出嚟人肯做嘅八咁點？冇啊，自己做嘅。yes。哦，OK，我做嘅是 traditional 嘅。唔是nonna。traditional 嘅咯，似你是揾到。了這是我唔係食過咋。食少人煮啦，就假如講我做嘅啦，是食少人煮咧。OK，了個另外一邊咧？再煮湯咯嚇。湯咧我是我是煮布魯干啊，未使講湯咧，特別有淡薄。布魯干嘅料一隻嘛，切嗰啲菜啊。actually 伊個係咧人巴是上個垃圾。古早我厝咧後，我係是煮布魯干咧，我阿妹咧就參米粉食，上個垃圾。哦，上個垃圾呢？哦，你撒米粉咧配布魯干嚟食上個垃圾呢？參米粉咯，係咯。所以食阿妹咪可參係你米粉咯。嘅布魯干嘅湯嚟係垃圾嚟食啦，咪當做垃圾嚟食。誒免啊，干那加米粉啊，係咪都免加啦？干那加米粉啊。因為裏邊有好多啊嘛，แล้ว有係你柴嘅แล้ว啊吧。所以你免加係免係你 online 咪嘅啦免咧，因為裏邊嘅แล้ว有啦嘛。แล้วเรา其實布魯干，布魯干真係正喎。佢哋講每佢講係地條淡薄布魯干，แล้วOK你做布魯干我知，แล้ว個係咪係味個？你講切行下，但兩行。我講嘅你應該你聽無啊，你唔知啦。嗰一個菜是叫I am 燒咯。I am 燒雞。唔是啊，伊用豆漿，有豆漿，了有阿三嘅。豆漿阿三長頭 coriander 係你按水煮 coriander seed 啊，就按水煮你別試所以像人巴味嘅特別咧伊好食是因為伊有迄個豆漿嘅鹹嘛แล้ว伊有迄個阿三嘅水嘛แล้ว如果係湯嘛แล้ว係一隻長頭哦意思打是攝我意思攝มัน可能係差嘅掛淡淡你可能我唔係食過就掛淡淡咯你阿隻伊個迄個醬是正鹹香，是鹹水水淡薄。鹹水水啲落冇落啦，你看啦。แล้ว個煮一個味是叫sambal goreng咋？sambal goreng 唔知。sambal goreng 即係是本來嘅煮呀，冇咩人係煮啊，即係食少人嘅煮啊，即係 sambal goreng。OK。特別唔是 sambal goreng 係個散蛋嘅啲嘅。哦，我冇食過喎。行貓嘅belacan係用belacan嘅。我自己嘛本唔知。意思係belacan 加sambal goreng 咪長毛咯，長毛加belacan。แล้ว有係將為止嘅咯，แล้ว有人有係叫嘅咯，我是冇係叫嘅啦。你是蛋咩啊？你係你就會嚇？蛋啊是蛋。成個有一個 gravy 啊，你講嘅 gravy。你是成個係個椰漿嚇咯，椰漿是 a little bit 啲嘅啦，正加舊嚇呢，唔是講清清嘅加結嘅啦。你係簡單嘅。特別係你 dish 你特別注意咯，真係人煮哦未用嘅，因為伊嘅係你油嗰粒鋪喺邊頂，係你是 fail 嘅。一出油啊，一出油。散蛋 over。因為人煮嘅時人冇注意啊。你不食咩嘢？冇好食咧，係你都冇食咧。等下，我未記你叫咩嘢咩？你名叫咩嘢？即係。norn。即叫做咩嘢啊？即 sambal goreng。sambal goreng。邊嘅？我唔係食過。sambal goreng。真係你講過嘅時候，我 try 我未 compute 嘢菜，依味素係咩 sambal goreng。
你就要迄個蒜頭嗬，你要切薄薄咯，切薄薄你夾迄個蒜頭去煎咗，去煎咗。然後你就要 prepare 伊迄個洋葦雞咯，洋葦雞免係油啦，你就係點啦，炒下香咯。然後你來做伊個冷巴咧，特別冷巴是真簡單嘅，是用長毛加辣椒咯，整嘅咯，整。然後你煮嘅時，你嘛是係迄個。一個講冷巴啦，唔是冷巴，是就是迄個長毛加辣椒，然後係椰椒，內邊講係阿三嘅哈，邊兩個物件個咧有係阿三嘅啊。哦，做水水。即個菜咧是綠麻，然後伊無講絲甜，伊有酸。然後伊嘅迄個將維子加伊嘅迄個迄個叫咩啊？蒜頭。garlic chips 啊，蒜頭嘅片哦，錢啊哦，3個面頂咯。哦，所以淡薄咖喱，所以我頂面伊個講句只是3到頂面咧 ，OK。哇，我看到我隨小應該看到。如果是係蝦就無咖喱啊，無食嘛。你講較濟是啥物？你講較濟是蝦啊？蝦。用蝦咯，蝦咯。呢是蝦嚟啦，แล้ว我嘛係哦，有夾一個香嘅 sauce， 一煮咁猛好正好食。哦，哇！誒，你嘛只夠煮啊？你免水嘛？你即個咧物件是你嘛會學啊？啊，對，我嘛煮物件，成家攏講外口食迄個炸蛙麵吼。而且你甲正料嘅炸蛙麵炒正遠嘅，人家天甲地啊，南面都是香咯。哦，我嘛煮嘅正好食。嚇，個邊？我嘛都煮唔好食。我肯定會梅你講嘅柴咗個梅你按張無相。แล้ว講煮佢哋個三百個人，แล้วก็จะจีบี什麼啊？อันนี้燒阿飲燒。誒，阿飲燒是阿咪燒是？你使煮鴨。係你使煮鴨，你是一碟燒啦。你使煮鴨咯，你使煮鴨咯。誒，我唔捌食過喎，波金店都捌食過啊。冇這類，你真好食。我捌食過 because 這個是Melaka 嘅，這個是 Southern 嘅Nyonya 嘅 Melaka style。教晒是點點煮嘅啫。Tapi masak ayam jadi sambal goreng ni. Singapore bukan asam. Singapore bukan asam. Penang bukan asam. sambal goreng 咧，sambal goreng 是Penang嘅，你講。我唔捌食過。嚇，我唔捌食過。sambal goreng 是Penang嘅，只咪啲較古啊，伊是。即係我同你講，你菜嘅了是 already 是 forgotten 嘅，就人唔煮了。OK，嗱，now I 未รู้ because 你講你再正食菜 forgotten 呀，你捌做過一個 dessert 叫蛇料子哦，伊會湯清清。就係你能教嘅上加係你特點確啊！我上個閃嘅你啊，上個閃。有嘅人無係能教，有嘅人今日做伊係你蛇料子青色最顏色，所以蛇料子想馬蹄啊，換佢哋換。哦，咪是上個你閃地。你上個係你閃地特點確啊！對。close to that 我看到嘅正啦。是伊個 top 嘛，是 almost 成個 clear 嘅 colour 嘅咋，你係伊色啊，是 just 到係你會地平嘅，因為你一看咧成蛇料呢嚇，特別 of course 是面是正嘅蛇料子啦，伊成 pomegranate，對啊，成個 pomegranate 係有 double clear 嘅嘛，伊個色，伊有一正咗做嘅咯，因為是換係你度住款咧，嘅係 boil 嘅咯，因為是冰嘅，特別。係水嘢啦，坎坷做就一定力。OK， 節諾沙，而家有啊，而家節諾沙，第四行啊，第四行菜，幾行啦嚇？四行嚇？四行啊！如果自敗咯，我講是呢，一 Siri 出來啊，我 Siri。啊，了一個菜咯。I'm having trouble hearing. No, you shut up. 我就是。You shut up. I'm having trouble hearing. Stop. Just 頂嘅嘛。Hey Siri, stop. OK 嚇，點樣？只傾係幾步先。OK，你啊，咱講佢四行啊個，咱講四行呢？我是豬，冇七行嗎？冇，但冇，咱講了四行啊嘛，就嗬。講咗四行，แล้วท่าน對，我同你講第五行咯。啊，第五行。第五行咧，我就是煮，伊是講愛煮成菜咯，用菜煮嘅咯。
所以我是煮布球啦，你晓。哦，即是你特别比賽時誒，伊特別講你都有一味湯、一味菜呢款啊，好如啊，對，像個按摩誒 menu 哈呐，哈哈哈，其實有 rice，有 starter，有 OK， 哈呐，哈哈。了你菜呢？菜是啲是像 vegetable 啦菜。啊，我夾球去補咯，但面是有迄個。炒燴飯會味咯，because 我愛學你，我要學伊個迄個評判甲了無相誒經驗啊，無相食啥物件甲了也將還是上甲了，我要係搭咧菜無相味啊，所以我嘛是煮迄個布球，我毋知你食過，迄個球吼，古早誒人是夾咧火炭，了伊球一頭抌落去誒，抌落去迄個火炭，配烏去，你看是唔是？布甲配烏咯，布甲烏。了夾起來是暖暖咧，像叫熱呢，好就像一叫是暖暖出來，成個色啊暖暖嘅了，你白配是唔是？特別迄個我厝嗰陣時無白配，特別我帶比賽時我白配啦，如果配無食嘅嘛，迄個是後悔付嘅了嘛。有早嗰時總係夾迄個叫咧破一半咯，一半咧肯開咯。開了後，你用你頭姜啊，嘢嘛，伊配入面標啦嘛。哈，對，你成個分就成日 scoop 出來呢，烤出來。對，因為女嘅就硬嘅嘛。然後煮一個 sauce，佢個 sauce 都是用豆漿咯，豆漿，了有下番椒，了有下糖，了下芥辣咯。喲，哎呦，啥個開味？即我冇食過，特別你是嘅咧，換啊是你是。就伊個sauce計已經攪落去一球裡面咧，還是你嘅來換嘅，還是你嘅來點？我滴落頂面。誒叫補好咧，又是攬去邊頂嘅。啊！所以這味菜真好食，因為有鹹有水有甜有辣，咧伊個有迄個炒燴飯嘅味，真好食。哦，就 smoky 嘅看咯，淡薄炒 smokiness。對，誒，你係你是食咗還是食零？你很起來就食啦，食咗還是食？會使食零頓咧，because 伊補咧，因為零食緊嘅。伊迄個叫補嘅時伊出水咯。伊出水，所以你就要用夾抓啊，喺熟嘅水啊，無伊肯真太淡啊。濕呢？你就要夾伊嘅水啦，伊嘅水出來咯，然後你 sauce 淋去面頂。是。個行啊！你喺你叫做咩？你叫咩？喺你菜叫咩名？你叫布橋哦，布橋加拉落海。布嘅橋，布橋加拉。布嘅橋，布橋。OK。然後伊愛往煮一個飯嘛，愛煮一個飯嘛。然後我嘅菜個咧變sauce是真正結了嘛，我就咪煮成個若是有淋下物件咯。我只做真簡單嘅迄個飯嗬，內邊我下笨蛋。然後我係開頭薑嘅椰咯，椰油啊，椰油咧我係那冇鹽落去咯，一半又好食咯。哦，所以淡薄成啊，來那是什麼呢？對，我只做 simple 嘅啦。冇椰醬啦，是跟係椰油呢啦。椰油，即係你係椰油一邊，係你係椰醬個香咯啫。哦，because 是香味嘅啦，到啲椰油裡面是唔是？因為椰油是啲 concentrated 嘅嘛。所以你成個你半時間嚟吹咧，成日亂咗煮下煮法你半吹啊時間嚟煮成個平時。朋友而家是要細粒嘅 rice cooker 了大瓶煮呢。OK， 特別冇炒過啊！你就係比細好了，係淡薄椰油加鹽。冇，愛煮嘅時就插落去啦，所以成個白飯特別是有香味嘅白飯。所以你係細粒比你就係椰油加鹽啊，然後就繼續煮咯，係嘛？係笨蛋嚇對。笨蛋肉啦。OK， 胖呢？係鐵啊！鐵咧拍一個格咯，鐵伊夠邊嘛？YouTube 嘅人啊，攞快啲 YouTube 嘅人嘅聲 OK 哦 audio。YouTube 嘅人hello and all。YouTube 嘅人教我講話聲 OK 哦，我未記隻啫。YouTube 冇啪嘅聲啊，我驚啊！聽到你啪個頭落去啊喲。
good，OK， 感謝。OK，來就去講，第好煮飯是第六年，第七，一甜啦，只甜。落尾一項就是愛煮甜咯，煮 dessert 嘛，甜咯。煮下咩？困下，因為人家冇聲起來，我聲。等陣你頭講起，你聲冇起啫，都冇聲起啫，我你冇聲啫，你頭講起啫，第dessert誒，我個後尾聽就是講玻璃呢。細漢看過嘅，OK， 我講過一道啦。有早人細漢時攏看到翁哥搭摩托咧吼，伊後尾有一個玻璃箱，了伊嚇，唔是，了伊阿底係迄個三角，了伊個粿坐去迄個三角面頂。我知，伊叫做用力豆做，伊叫做粉粿。哦，搞，要，迄個就是當今就無人做啊嘛，所以我咪做迄個。哦，我粉粿我三百看過，伊係咪食嘢嚇？青係白白。我一時呢，不白白食嘅，羅白白食，一時食個乳白色。伊是青，了因為伊粉了做了有淡薄棒，因為古早人ยัง無袂有菜鹽，無迄個阿包得嘅時咧，古早人用做菜鹽是用粉做嘅，就是用迄個綠豆粉。綠豆粉做出來咧，下去冷嘅味咧，伊就變成個菜鹽咯。對，就變菜鹽咯。就是講這我頭先係笨蛋咯，笨蛋嘅夾，了係煮係糖。了係淡薄鹽煮呢咯。哦，所以伊煮出來是上個菜鹽啊，款嘅texture 冷嘅啦，食冷嘅啦，了淡薄甜。伊無蝦米食菜鹽，因為伊加食粿啊，加定咯。你食個隻係你QQ 啦冇加咗，係哦，桂餅加，所以較雜啦。唔是叫嘅，你較雜啦。唔是叫嘅，上個粿嘅texture啊。成個菜鹽特別個定嘅菜鹽就叫定菜。應該要係你寬嘅 texture 數。哦，伊是寬啊，無人肯食是。但係反而名寬粿啦，如果是寬粿哦。แล้วท่านพุ่น有人做嚟賣啦，特別是無講食濟人有做啦。冇看到隻菇咯，即係款粿物件。九三二有做啊看。你捌做過九三二？我冇做過粉粿。我都冇做過。你食菇冇食到啊？啫。了Nona，你會曉呢做物件？你有想去有開 class 啊教人啊是寫冊啥物哦？學團落去你小人一代。我 after 迄個比賽啊吼，我有寫冊 hand draft， 寫一定有10幾個 recipe 咧，甲了是袂記了誒。特別咧，我只便當我無叫人來 test 咯。你知啦，你用嘢 recipe 嘅了是阿噶嘛，我個冇 recipe 嘅。特別做啲係你比賽，我特別學講幾 gram 幾 kilo，係咪咁樣對寫出嚟啊？哈，不是阿噶寫出來就對了。有咗，你寫啦咗。แล้ว係你 competition 伊是 judge 你有叫 mise en place 咯 ，mise en place 就是講你set up 啦，你 kitchen set up 是唔是有？上個物件你在下到路，了你誒 kitchen station 特別是 always clean 嘅，特別是清氣，袂使講物件咁亂嘅了咯。了伊個有 judge 就是 favor 咯，你 taste 咯，了個有就是你嘅 presentation。哦。了個講你 method 咯，你 method 是唔是 practical 啊？OK。當今嘅嘅時代，當然是廿正固古早正。特別冇可能啊！當見人冇去廿正固正，咁樣咪係 blender。你即個菜都安尼學習，แล้ว你個要叫人去用正固咪咧？所以你大係你 commercial kitchen 你特別是用 blender 嘅嘛。安尼看咯，แล้ว係你菜自己係有10咧。你到落去比啊？你到倒落去？因為迄個 competition 是真大，是千幾兩千個 chef 嘅，所以迄個所在是大去比賽。哦，到檳城有呀。比賽到檳城有嘛係？對咯。OK。了，你未去參嘅時有幾個人做在煮啊？幾個 chef？ 對咯。了，伊就愛會使還是特別經過？
你就會 register 好了。所以就愛參會使啦，伊唔是講特別較就是 professional chef 㗎了啦。對，嗰啲是 professional。哦，了你參了安怎啊？有賺咯？我頭一道賺金牌啊！哇！真正艱苦賺咧，我甲你講，這農業菜只濟人，只濟年㗎啦無金牌啊！哦，所以你是平常時你平常時有成個有人參過用菜來參咩啦？是講唔捌贏過？因為2014時我有一個朋友參，แล้ว伊賺金牌，แล้ว我2016我參啊，伊佫再參第二道，伊佫是無賺金牌咯。哦，咯做隻豬啦，你是參你朋友做隻豬啦。無，別個啊，伊是別個隊嘅，我一隊參我家己朋友，伊家己參伊朋友。我知啦，是講人參加做隻10隊裡面，伊是其中一隊啊。伊參加第二道咯。แล้ว伊有賺咯。我參加頭一道爾啦。伊無賺金牌，特別伊有賺咯。係今年。因為這個competition 伊無講干那一個金牌爾，無講一個干那金牌，伊看你分幾分咯。90、91是金咯，等81、89是銀咯，等係咯。แล้ว伊使成日講，即係點本會使。會睇伊個 score 咪使管你度賺金牌咧，無就係講是一個人賺嘅啦。會使講下着，就是講伊愛物件，甲咱愈做嚇。你是看分啦，你是看分嚇。對，看分，伊maybe講一個 category 會使2個金牌、3個金牌，無得着咯。看講迄個人伊個 performance 怎咯。你安怎嚟比下？你平常時你是到底你那是無到底成個講 professional kitchen 啊 restaurant 啊，係咪做？你個會安知哦 ？Because 我 before 參加時，我家己講啦，我厝內煮物件，甲咱先嚟好食嚇。แล้ว我是蝦米牌都買啦，我愛金牌啊。哦，你大心肝，你肯做無？我去 register 嘅時，我講我干那愛金牌，แล้ว我 before 比賽時候。我個用 law of attraction 嗰度，我 imagine 我期待贏金杯。哦，想啊！特別我嗰時換迄個 menu 就一道咯，你看迄個 menu 個了是真正無相嘅 menu，伊毋是成個人家到煮嘅物件，實在無相嘅。你可能做伊個 judges 較有興趣。成個 surprise 啊！因為大到人佢煮嘅時候咪真對啦，咖喱咖比蛋啊，無就是那是麵rendang哈物件。แล้ว你知啦，用食呢隻啊，食個鹹啊嘛，你特別煮淡薄無香嘅，好像食那個無香嘛。對。哇，好了，你平常時啊，係咪自己講？我講你去 join， 你會使煮下你。我煮啊，1998年落曬嚇。無講你煮無零嘅炒你炒嘢。哦，你炒是把要破誒，係你唔知有名，即是我唔知。我厝煮嘅，我厝都煮嘅。我那位，你咪是叫杜布玲啊？特別伊是係杜布玲炒個把要破啊，嚇阿三。我係阿三嘅嘛，你係thường。對，因為係你紅番椒，咩你青番椒嘛？嚇，青番。capsicum 嚇 ，capsicum 叫咩？我唔明曉。然後尋佢哋長頭鏡愛bell pepper 啦 ，capsicum。冇啦，我講福建名啦。金馬倫番椒，係叫金馬倫番椒。金馬倫番椒哦。阿莫番椒啦，對，叫阿莫番椒。唔知我厝是叫金馬倫番椒啊。金馬倫番椒是咧成一年都青番椒，唔知我細陣時間叫青番椒。阿莫番椒嚇。阿莫番椒。bell pepper 咯，成個一粒冷燈可能。對，一粒叮當咧。แล้ว嚇我個我每兩個人個時候，我個字唔記是唔是嘅。我俾佢講喏啦，因為我係媽，甲我媽本是我媽是樣嘢嘛。
了我嘛是一般樣嘢，所以你在開始嘛煮食影響到就是伊人樣嘢外媽煮嘅物件，伊個煮完學完，計後煮學完嘛，所以我食物件，每是較啱食樣嘢菜咯。你嗰一項好，嗰一項啊，頭先你講係你攞嚟嚟啊，蚵仔不炸蛙米加啊南米，你講甲外口人賣嗬，甲你人對嘛煮又係咪無相啊？OK， 我先講炸蛙米啦，有一道是我煮我朋友人食，伊講哇，安尼好料，講甲外口嘅完全無相。OK， 伊嘅湯是安怎煮嘅？我用白頭咯，白頭先滾，然後係 tomato sauce。แล้ว嚟邊咧係橄欖豬，係沙係國口嘅咧係國口嘅咧係 tomato sauce 係咩？冇用醬料嘅。tomato sauce 係 ketchup 啊 ，ketchup 啊。fries 係 ketchup 啊，tomato 啦。OK， ketchup 係你 sauce 係你像 fries 啦。tomato sauce 啊。麵包啦，還是 fries 啊，款啦。OK，yes， 嚇 ，because 嗰個 tomato sauce 喺美國有陣時是。伊是 tomato 加啦，煮嘅 sauce 叫 tomato sauce 本啦，所以是 ketchup， 伊是 ketchup 啊，OK， 是 ketchup 有係糖嘅咯，有係糖嘅咯。人食 on fries 啊，咩物件ketchup 啊 ，OK， 哇，橄欖豬，等係豬骨乾，OK， แล้วก็係滾，จ้豬骨乾，對，滾你咯，煮一湯了，你係鹹醬咯，แล้ว你嘅米咧，我是講係。seasoning 咯 ，OK，seasoning 啦，鹹醬啦，係鹹醬啦是，鹹醬就是做係湯啦，係鹽啦。哦，即話是樣嘢，梗就只係點嘅鹽醬，係鹽醬，我講係鹹醬就是係 seasoning 啊。你明佢講，愛係鹽啊，係湯啊，係水甘。成個人阿毛人嘅 recipe 個 season to taste 啊，係鹹醬就是 exactly 嚇，只啦係鹹醬，你對你愛係個字。你愛食鹹就係個鹹，愛食醬就係個醬。然後你咪是係你麵咯，用麵嗰個。然後裏邊嘅料是煨麵咯、豆芽咯、豆乾咯，豆乾就係正成啊、蚵仔菜啊。然後你係你蝦係都愛係蒜頭咧係吉利寶嘅炒咧係咁唔同。然後係鹽啊，係鹹醬嗰啦。佢哋是蝦咯，แล้ว你就要準備水甘咯，水甘。แล้ว你愛食係是咪是米係底咧係豆嘅，แล้ว你係你料嘅แล้ว你淋伊係你汁啦，頭先你煮嘅你湯啊係好似，แล้ว係你係你炒豉油煲係邊頂，แล้ว你水甘嘅頂響一道你響你食就好了。真係呢！我等陣 try to 煮美國人啊，滿是就煮一寡性嘅，滿是真係這個嘅 actually。你是想 about around？因為有係巴頭有係 recipe。你巴頭有夾出來切咯嚇，切係到底伊個米有可能。巴頭有巴頭夾出來啦，切片啦，切片係點嘅？哦，我唔知。特別巴頭是 already 食啦。我冇咪because 是滾嘅菇嘅樹嗬。伊個汁個了去，伊個湯甜嘛，特別伊個巴 already 無甜啊。你食炸蛙米嗬，伊是唔是到底印度尼西亞炸蛙來，即叫做炸蛙米啊 ？Sorry， 應該是啊。嚇？應該是啊。八頭是後面來八骨啊。唔是八骨，八頭是一 loin 嚟嚇，八頭是得住八啦，係冇啊？八頭就是 loin 咯 ，loin 咯 ，tenderloin 冇咩油嘅咯，冇咩油特別甜。咖喱是八，貴條嘅 tenderloin，你 pork 嘅 tenderloin。OK。哦，是 tenderloin 哦 loin 呢？唔係 tenderloin 係係細條。格心是 tenderloin， 都係用格心都會使，唔是格心是薄數的。薄數的嘛是加隻油，能冇加好食啦，啥？特別即係唔知啦，有時用冇咩油嘅咯。because 冇煮啊，你湯上油本來嘅。用白頭啦，because 是格甜嘛。
了我每了我講有佢就嚟你每你使下，等陣等陣應該掉每隻。no，等陣我要每路，你講你係咪就話你要做一湯頭成，你去殺一個白頭，咪就話是花那隻是鄧人隻，我想講是花那隻，佢這咯，你個會用白頭。牛奶隻。牛奶隻，面嚟多牛奶厝煮嘅啦。哦，我想講，你牛奶厝話面咪細行一個大行嘅我。哦，有可能 adapted 咯，養還啦。adapted 即係等人食，啊面牛奶有嘢，所以伊物件睇 get 到吧。內邊係豬啊，內邊係豬啊，唔是係雞係豬㗎。你講咩？係豬吧，還那麼就豬吧。我講，咪就話你那是譬如講你啲，還那麼就豬吧嘛？你啲齋，所以係你是我係 point。你那是有啲吉隆坡，你睇住是看咪就話是看那大來，看那人賣咪就話，所以我你看到我冇明白你係用白頭啲那邊咪就我唔知咪就話是牛奶隻嘛。Maybe 是食 adapt。我嘅這邊嘅米就話，這邊檳城嘅米就話，嗰啲是鄧人賣。對，米就話嗰啲個檳城是鄧人賣。就話米打掉，特別我唔知講就話米origin 是到底是唔是寫到，而家是到底印尼來嘅係咪啦？because 是寫就話，我唔知是唔是啊？我想講是咩？是印尼來嘅嘛？Java 是 Java 嘛？啊！人成日講啦，我是人叫是唔知叫是有影，是 inspired by Java 米嘅成個人粿條湯，你看到啲中國位，加加去檳城、馬來西亞做粿條湯啊，我冇乜想啦。所以伊是牛奶菜，所以一般就有用做杜白去啊。所以有你只隻物件，諗是牛奶隻，有人是伊煮嘅款成個對較河南嘅古來特別。變做有杜白芡嚇咯，係杜白嚟煮。แล้วก็then 你另外一邊咩另外一邊點樣講咩？藍米嚇，藍米係咪無相咧？家己煮嘅咯。伊個 line 部面好時就係個奶 line， 佢冚嘅嚇。落等陣我未聽到人講話去啊！等陣，將你寫嘢等陣。哎呦，人家人講話我未聽到去啊！我冇聽到。等陣，我 check 佢，我 check 佢。聽到你咧。等陣，club deck 啊！哎呦，我想講 club deck 我做人講話卡。Oh, oops, something went wrong. Okay. 哎呦，死我 club deck 講到會 start 我 club deck 啊！哎呦死哦！伊人家己講個爽爽啊，比較像未聽到啊！我未聽到人講，未人答我啫。我特別出聲嘅講者，我哋係。哎呦 club deck 個別話。OK， 當機 maybe 啊。OK， 我到對嚟啊，但係人講咪講冇聽到嘅了。人做嘅 style 冇相咯。你聽到我講話？技術教咯，I have。超自敗，你聽到我講話？冇聽錄 mute 啊，最即係錄啊 mute。超自敗，你聽到我講話？哎呀 ，testing 1 2，test 未話未聽到。哦，等我別話 setting 佢。撳。我成日都未聽到錄啦。韓主本是。要做一結啦，但係當機話梗係聽到人啦，我冇聽到人講，我覺得佢話係 system 派去啫。所以但係人頭講起啊，但係我回人講藍米係咪無相？藍米 ，OK， 人成講人嘅藍米樣做煮嘅，講人嘅成。我唔得煮嘅藍米，我去 order 藍米一碗一盤。我殺一。等一聽英國點講嚟。我用3盞白去殺呢個湯頭成，然後呢個湯我本放一個長頭加一個蒜頭，唔是一個蒜頭啦，
貴奶咧誒蒜頭啦，我免切嘅啦，我殺伊頭先啦，做伊湯啦，咁湯我若是無要做可以較結，你係多做款淡薄啦。多做款แล้วรู้ปะแล้วรู้ปะรู้แหกยามto taste 啦แล้วรู้แก่รู้สำคัญปะช่วยแฉะโปโปแล้วรู้ตัวไปเชียนนุยแล้วแหกเสกดีจนรู้ไม่เสกอังล่าจะเลยแหกอังนี้淡薄Saint-Denis style ใช่ที่สิรู้ตัวไป做好伊個นุยอัง淡薄啦รู้อุ้ยอันนี้นุยรู้ปุ่นสิอุ้อัง嘅นุยแล้วก็ทำไมอ่ะ差唔多相識。係，你冇係到啲湯嘅罐嘅咩？哈，你煮嘢湯時，參係卡。然後你煮嘢係啲入邊啲湯本啊，特別你特別過啦，免 overcook 啦，就冇嘢係時候。有你卡咧，要卡係到啲啦，你是白了還是咩？話啦，你有俾係貴白了嘅係啊，是這邊英國較就是貴白了嘅係啊，冇卡啦，冇攤俾嘢係。所以你買殺上古殺雞定起啦，伊你買可以定，特別你若是買條係參伊嘅殼啦，伊嘅殼本有係加味素啲入邊會湯咯。你冇係八骨嘅啊？你近係338啊？你就係338了，就免八骨了嘛。哦，特別我包下十八骨嘅這邊。你南面那是愛八骨，那是係參八骨咯。特別我食南面所我買佢切到較骨嘅，我免哦，你啊冇款。白了做咩吹嘅四兩骨，嗰條氣骨。用338就好了啦，แล้ว你แช่338โปแล้ว你兩面嘅แห่แล้ว你嘅豆嘅貴燒嘅豆嘅啲殺，我如果係做係騰係做。貴殺下騰呢淡薄啲罐錐特別罐錐你特別點下解？哦，你唔使用啲騰嚟殺。一抽青呀，horrible。啲南面冇係豆嘅喎。誒有喎，我南面有喎，我南面有人冇係啦。但係做假佬啦。我特別南面靈魂係咩嘅啷菜？南面嘅靈魂啊，啲神拜。耶，神拜就是靈魂。菇菜就這，叫湯車湯跟要湯，菇菜就這。啷係神，我係神拜嘅。有係神拜，特別神拜唔是伊嘅主角。你靈魂係咩？伊嘅靈魂都是真係人無用嘅，我嘛煮嘅時候甲攏煮無上，我嘛咧成日伊係咧。是都無差別神拜，神拜。嚇，阿妹是嘅係。冇，神拜是點啊？而家神拜，而家伊嘅款嘅神，伊嘅款嘅嚇，伊嘅靈魂有一項 ingredient 嚇，是只一人無係，咱聽看是係咩物件？OK，就是你頭先我聽人講嘅是攏係攏記了，攏煮魚湯嘛。特別我嘛係學成啊！等，阿妹，我入啲講聲下，我俾聽你番。OK 啦，是講我骨力咧有係卡咯。แล้ว我講無สุการ咧ตู้嘅我感覺你係咧ตู้嘅骨啦，成個排骨啊，成個伊味上重，所以我用雞骨嘅，我覺是用雞，係咧雞腿啊雞骨嚟煮伊湯，แล้ว會使成個英國中講咧，你殺你3珍寶，你白白嘅殺啦，你殺啊！啲罐，呢個一湯嚟啲罐呢？呢個罐，sorry，罐伊上一個卜啦，可以味殺啦一片。殺就是講有豆嘅呢，豆嘅呢個殺就係你水埋起來。哦，你嗌是個罐。罐白白。OK，了。我是硬嘅，咁了白白。แล้ว你咪嘅你3珍寶起來，你咪煮上菇啊，煮上菇會定嘅。所以你嘅起來咪切咯，呢係是。一攰掉啦，你嘅起來攰掉。一攰掉，對。呢係是你咪嘅殼了，好，伊湯好呢係是你咪嘅殼了出來咯。แล้วactually 較好食咧是講你炒過下你殼，蒜頭，成個煮好嘅麵是 a bit 嚟成煮好嘅麵，แล้ว嘅殺，安尼個較胖，因為是佢哋是骨嚟嘅，但係佢哋係冇嘅，骨嚟嘅 version A，我哋嘅嚟炒咋，炒個蒜頭會咋，因為是佢哋係嗰條切。
一半，真係四片。成個福建麵係哦，你切水水一片嘅，切一半。切一半。誒，我想講切一半是你燒飯，特別生咧是切一半。แล้ว你唔使切一半叉就，比如說切一半叉而 Q 嘅，嘢係彎嘅咧，I mean Q 嘅彎嘅 ，spiral 係變 DNA。特別豬頭生了個兩面係。撒邊咧แปะคักแล้วบ่แปะคักแล้วก็ก็嚟切一半是燒飯做嘅，不生路是唔是？唔是咩？冇依家要少啦，依冇呢。冇啦，生女啦，係貴啦。冇特別依家要少碗啦，樣嘢隻個咧是要少嘅嘛，要少。你咪夾你剁掉啫。哦，咩咧舊啦？一個好食。要，如果是女滿是一片嘛，你女你做嘅女啊，你係米啊，係紅米，伊隻個最紅色，了嘅是你煮嘅是你 roll 起來啊，你 roll 起來可以個就講啊，一隻做像較薄嚇。我上個日本係卵焼咩咧？a bit like that 啦，嚇，แล้ว都切細嚟咯，啲嘢切絲，你咪切絲啦，你較硬切嘛？你捲起來，你捲起來一塊，你較硬切絲嘛？有冇水嘛？你有時嗰係咩嘅話？煮湯煮一沙你米啦，你講係豆嘅嘛係咯，一做神拜咯。我想，這是菇菜咁就沙隻，看你菇菜入流，會菇菜入定嘅咋，所以講個流嘅都叫沙隻。都沙米啊，沙隻，一是 assemble 咯。嗰係咩嘅？等陣，我俾講就，我係 breaking news 嘅，阿龍嚟啊 ，hello 阿龍係你 ，hello，阿龍冇昆車啊嘛，所以叫咩聽噶？依家係聽噶話嘛？我就話我钞票我死我老闆，有幾好嘅仔你朋友然後嚟，簽名依個話名叫咩啊？non啊，頭叫奶奶呢，頭叫奶奶呢，你賣。咁我講個名下，你講唔使叫，你講個名法國名叫奶奶嗎？你聽咩意思？奶奶啦，奶奶係咩意思？奶奶咯。奶奶是成個like little girl 啦。啊，唔是叔叔啦。冇啦，這是成個 Chinese name 都是啦，奶奶是成個囡仔細係查甫，特別 nonna 咧是 grandmother。特別 actually nyonya 就是 nonna 這個字。嚇，啱咯，以前都 nonna 係啦咩啊？有 nonna，冇啊，所浪豬係咪嘢啊？哎呦，我講一切比豬啊，攤獎金杯嘅比賽講起了，然後當然我哋講，人哋搞嘅即叫，究竟要每 tips 嘅了。我哋講掉當今時講掉伊嘅糯米，到底人平常時少還食嘅物件加伊出來煮嘅正醬嘅，佢冇咩想嘅，講已經講起嗰個。就話面啊，當然話講掉淋面係咪冇上？所以 before 伊阿伯講嘅時咧，嗱阿伯講嘅時咧，往時每塊白人煮誒淋面是按照款嘅啦。我煮嘅時候講一碗淋面嚟咯，成日看煮咯。然後像你頭先英國點講起人咗煮啦，當然啲半撳啲講掉。你講嗰隻上面方便嘅時陣，較快較硬嘅。最。ดู哇方便咧，撈埋使。但係我講嘅 recipe 都cut out 係你邊行咯，近科。咩係配係卡？咩係卡？咩係咩叉佢依係，你而家佢係攞嚟騰嚟會曬啊！冇 sorry 管佢。shortcut 啦，都 shortcut 係咪都冇愛做嘅都冇 shortcut 嘅咯，特別冇隻啊個咁㗎。佢冇嚟碰。咁冇嚟碰一層。等，我俾聽教授字講本，我冇聽教授字講แล้ว學我嗱 review 依 secret ingredient。教授字亂咗煮淋麵都唔煮哦。OK， 我係湯米，我係淋麵嘅湯是，我係白骨，然後我係芒光。哦。and then 我係河椒粒淡薄。哦。去滾嘢湯呀。OK。แล้ว是講啦，春咧不是หนูทะเลเจนทะเลแกหนุ่ยเสียแล้วทะเล
白頭又去切一片啊，蝦啊，你看咯，想啊，伊個三拜啊，安尼啊。你係蘭州叫咩？雲水，我水斜撐甲油撐，我係。你係斜撐嘅啊？油撐是你煎嘅啦。冇啦，即係雲水較好食，係雲水較好食。有啊係。OK。雲水是你嘅去管還是你嘅食還是三？冇啦 ，garnish 啊。三啦邊頂。OK 啊，你講你，嚟你講你normal 嘅馬祖介煮嘅。OK，我馬祖嘅咧是我係你 auntie 嘅朋友嘅咧留意嘅咧哦。伊講一個有影嘅古早味嚟無攤脆誒。OK，我煮嘅有淡薄無相咯。攏講嘅白頭湯是另外款啊，對啦。特別吼，我有先去研，了有一個 secret ingredient 攏無用嘅。就是用迄個三珍巴吼，嘛是解白油哦，可以油出來哦。可以出來咧，安怎咩數？我冇明白，白油係咩數？因為迄個三珍八隻油嘅嘛，你有迄個油咧，伊個油就走出來啊嘛。你免係油嘅嘛，你炒三珍八，你免係油咧，伊油個寄出來。哦，你是講嘢嚟炒入面是切咧，嚇，還是貴料吧？切了。哦，切了你去炒油啫，咁咩嘢去炒係出油？啊，對，出油。你叫咩啊？你叫咩撇油？同埋會學就撇油啊？撇油可以要撇出來。哦，撇油 ，OK，撇油就炒就可以開伊 excess 油出來。啊，對，油出來咧，切片是切絲嚇。切成你尋陣一片，你炒嚟叫嘅嘛？特別伊怪薄本啊，成啊，唔是講只舊啦。我一條喺呐。有一條啊呐，成個你食福建麵吧，一片啊呐。OK， 所以是切片啦，伊唔是貴料咯。OK， 切片了又去煸油了，學起來油多加加。冇 ，no， 就是油較好食。哦，你自己做可以就冇出白油咧，依家嘢白油嚟煮。對 ，OK， 所以係你油嗬。你油撇咧係然後你到尾下一個物件，攏甲了無下，特別係第重要都是伊個 soul of the 南面。哦，等我想下咩？邊湖。哦，邊湖。所以係邊湖嘛，炒了香哦，依度冇臭味淡薄很。然後你下咯，下。炒係攞其他你無係經病款嘅啦。你邊湖？經病款唔是南面，唔是你。蛋面嘅嗬，勁款嘅。冇，即係一地啊，一地絲格，可能絲格一地。啊，都是講啲罐嘅。係咯，咧嗬，豉椒青咯，椒青咧，啦，了而家係你頭先嘅係你湯嘅哦，係嗰幾咯，你係咁正嘅咯，แล้ว嘢面都準備啊嗬，攬落去咧係上班係可能好食啊嘛，簡單個好食。哦，別個醫生，伊係你成日烹，伊係臭，淡薄臭粗，淡薄嘅烹味。因為伊就是講有講人講鮮味啊，鮮味。啊，對。伊淡薄，所以特別係邊湖嘅，特別邊湖真貴嘛，當嘅。誒，如果係招呼誒呢？別，你係邊湖？你睇到一道落煮南面時，你係邊湖？Actually 我唔知邊湖係什麼 ，actually。邊湖是 soul fish，耶，貴價。特別這是蛋嘛，這是蛋唔是？對啦。做咩是蛋咧？因為伊無白誒，伊骨嘅料誒。我捌看過人用啊邊湖，特別我冇用過，特別我唔捌用。OK， 講到一個邊湖就是。有一個菜啦，人農業不是無咪人會煮嘅，新食嘅時就是邊湖叉。我冇煮。你上個邊湖叉呢？特別係邊湖係。對。係邊湖，伊個物件嗰啲就切絲格形。哦，Q 誒，哦。Yes。唔是 Q，邊嘅。哦，I see。伊有些個花白燈嘅呢。你要切花，伊個芒果甲伊個 carrot 你就要切花。係叫咩啊？即叫邊湖叉。
壁虎叉，我冇切花喎，我嗰粒切絲格誒，嗰粒是切絲格啦，我是有切花嚇，我切絲格，一個嚟切花。哦，所以是棒光carrot，加邊個？棒光嘅 carrot 呀？棒光 carrot 酸啦三盞。啊，酸辣糊係咩？酸辣。邊糊。酸辣糊啊？咁酸辣糊係咩？是酸辣，攞俾。哦，酸辣，人只係酸辣咧長，成個長啊，都肥肥嘅酸辣 ，OK。啊，先真係是有嘅，即係。哦 ，lick 啊 ，yes。啊，對，酸辣 ，OK， 關嚟 ，OK。แล้วก็係淡薄過嚟菜淡薄咯。哦，過嚟菜，你一炒起來是上加。叉絲格，咁隔粒絲格就哦。誒，你炒你是伊味素是上安怎嘅？上加你上加油叉，特別有苦嘅料，特別無係蚵啦。冇。一個garing one啊，一個garing。油叉裝油叉蚵食嘅嚇。係蚵豆油嘅數啦。冇啦，人就是有人無嘅嘛，有人無係蚵豆油喎。椒青嘅就是。OK，你人會使拖清者話，即係邊壺叉就是哇，今年我先食嘅是叉，所以隔了嘅物件你特別叉。哦哇，嗱，頂面是邊壺咯，係曬喺啲頂面嘅邊壺。嚇，你邊壺你特別珍貴一家人，แล้ว你ทำได้好嘅時候，你บอก你係ตัว即係邊壺啊，冇好一直就女起一部家人啊。哦。你看到伊就嚟有伊 carrot，啊咪有切。哦，一次切絲格碗特別要花hình邊啊會哦，一個咧菜冇花喎，哦，我記得你看，解就按照邊啲花清者，你叫掉了，你花落嚟，你都係使看到我嘅 picture。阿總，媽唔是過嚟菜花，係你是芒光花。芒光花。哦，過嚟菜花或者好了。過嚟菜花我唔會啊，搞食家你搞啦。你再看下，係你上映嘅幾多看？我都 refresh 路嘅係你 clubhouse refresh 花落嚟，用隻 square 落嚟，係你棒球。一 refresh，一就連咗咯，一就連隻咯。你都看92字小英話俾咯。啊，你訂到期小英。嗰隻93字 ，sorry 啊，不要用93字全部喎。93字中字你都頂面交嚟諗係嘛？頂面計。啊 ，OK， 有啦，OK， 嚇，你看 message 啊？冇，唔知看小英。我係小英，就是即係邊壺茶。你買到啲咧 jet 嚟咋？你是到啲迄個人嘅一地小英嘅。大天，我看到看到下水啊，OK。你訂到期，就是你係 broccoli 嗬，將你切。冇你，你係酸啦。Actually，我嘅 carrot 是切絲格嘅，你是絲格嘅，冇花。會使。我唔係食佢咋。我唔係食嘅字。好食。一直好食，when 你食到係你邊壺用家人好食咯，咁講。伊是雞子更加好食，伊煮炒煮大煮胖嘅，雞子更加好食，成個鹹菜粿可能。你係想鹹糊啊？伊味啥？冇想。邊糊噶好食。邊糊？你咪是當薄鹹胖，本特別冇使鹹糊呢鹹。伊糊係你成個。按照講我講 fresh 鮮味啊！你實我同你講，伊特冇成臭粗，伊特冇成臭粗嘅味，特別冇種就大。別臭粗。你係油煎呢度胖啊嘛？伊是臭粗嘅，本嚟是講伊是只 light 嘅臭粗，伊是你。未來一片油嗰度胖啊！胖嘅，人會曉食嘅人就叫做自敗嘅，即 Siri you very capable，you know。就成日叫喺度食自擺，你話會曉食嘅人就自擺。我唔知我講咩話，本嚟之後出嚟聽我講，然後我講咩字邊係點啊？你講人會曉食嘅人係點？會曉食嘅人咧，係一種嘅味，人就叫做鮮味。未曉食，唔是未曉食啦，想冇關係食啦，一食就一個very fishy，感覺臭臭。未臭臭嘅，阿立嘅人嘅。阿立嘅人啊，用白紙啊，可能白嘅
我講嗰啲豆油啊，豆油樣都未食誒，你 already fermented 嘅味樣未食誒。特別樣係隻樣吧？北人啲台灣都未講咩啊，北人啲。壁虎是真正伊無係你臭臭味嘅。咩人講啦，人講無臭臭味。未煮嘅時候炒，無講啊未煮炒，炒咧就未炒了，炒咧未炒誒。伊是成日人講臭味啦，人講成日下一架啊，啥物物㗎，咪是成日臭掉。特別人曉食，最係咪食香咯？你尤其是炒嘅就喺度香啊。係啊，幾炒3盞。你唔捌 try 過 ，because 你啲燒料，伊成是咁好驚嘅味，伊面是伊獨特啲面是安尼味嘅。無係無像啊，特別 actually 是上無像 category 咧，我是感覺到，伊是像啊，伊是較貓嘅臭味。我感覺到對呢部咯，辣真咯，你下臭安尼味。係你是看啲，你成日講隻 scale 係啊，你壁虎就是同埋你粗嘅 scale 嘅嘢。壁虎是像款嘅鹹虎，伊無發酵嘅，所以伊無 ferment， 不辣真是有發酵嘅。對，起燒未起燒過。伊隻咖喱嘅啦，都煎得正好食嘅，你講。我捌食嘅嘅有當時，佢就是什麼炒雜菜，什麼用燒係。啊對，你去迄個廣德啊，迄個新街，迄個廣德都有賣了誒，啊無萬山吼，你講話邊戶都有賣了誒。very 的貴。你對那時你不知賣，我未食過嘅。哎呦，誒了 ，OK，等陣，你講我即係屬於把你嘅邊啦嚇，我把嘅邊了都對嚟嘅即係咱 professional 嗱講就係，我咪每人，你講若是講燒到樣菜啦，你是燒到下面得一味菜。了但是了個你會曉煮嘅樣菜係啥物？豆腐叉。豆叉。每個一道都講下面。你想到你講到樣菜啦，你想到下面得一味菜，了你會曉煮嘅樣菜係啥物？鹹菜杯。鹹菜杯，或者是你想到還是你會曉都會曉煮嘅，哪行？我哪行？我食料子我袂煮，我啲研究。佢哋咧叫哪家人？個別人咧就西冇煮啊，就西有煮啫。我講地藏。紅白。特別標煮，我曉煮嘅是豆腐叉咯，啲梅菜啦，唔是白啦。不，我是講菜就是講下邊。dish 啦，是 vegetable。紅白啦，ayam ponte 啦，係你我見知係。ayam ponte 係咩啊？ayam ponte 是馬拉嘎嗰陣時候，要隻紅白。一成個是粒你紙，你看一成個紅白，要是粒你紙，你咪愛紙唔是，係你是博個落無香，係你是博個落無香。唔是博個落，唔是到啲 ponte 裏面係。唔是 ponte 是 ponte，博個落是博個落無香。博個落是另外一項菜。紅白嚟講紅白嚟講，你可以買甚係你買啲古來料蛋，你講俾紅白，然後你係豆漿。紅白要緊呢時你俾用嘢直角去煮。直角上面啊，我就冇聽我媽講，我唔知啊。直角就是係你刷膠，生煎啫，生煎啫直角。哦，生煎。講到即個刷膠咧，我俾個人寫，就是即個刷膠咧，就是攞嚟做潤巴煎，攏聽過潤巴煎咯。哦，捌聽過，唔捌講者潤巴煎，我捌聽過，特別唔知咩。無人做潤巴煎就是只潤巴煎啊，可能煎啊，所以內邊咧是夾係你一個會見咯，一個有兩項嘛，一個是伊個葉。伊個葉是攞來煮，不嚟更加，若是有藍嘅咯，迄個葉伊只香嘅嘛。然後伊個葉下底就是有一項一粒一粒，成個圓圓嘅膠咯。膠啦嚇。迄個伊個沙膠咧，伊個味是真重嘅，真香嘅咯。所以你是講沙膠還是刷嘅膠？沙漿刷 OK 嚇。直角就是沙膠。刷沙漿。我諗是叫直角啊，直角啦。直角啦嚇，河南名啦，直角名。所以迄個潤巴煎咧會煮OK 紅白咯，紅白就是用潤巴煎。你做幫人地藏嘅係啊？對，幫人地藏，我一行嗰個菜就。
個一項攞個菜掉下面有係即係兩百菜頭粿嚇，對，搞掉，即係做粿嘛，千。講你講兩百千就好啊，按照兩百千按怎做？兩百千就是用即個竹角嘅件咯。然後係蒜頭，一切你是上個膠那款啊，係是唔是？你按照切你。特別做喺脆脆嘅。你係蒸開脆。蒸骨腿。特別一本是成個 fiber 那款係成個膠那款係。特別一味就 unique 啦，一味是一個味啊。對。一隻胖嘅錢。我嘛，特別隻我只有一個，特別我唔知什麼物件。嘢味就胖嘅嘛，所以菜頭粿味咯，係你。菜頭粿味嚇。學咗菜頭粿是條嗱粿就唔是你，係你舊年粿就菜頭粿，係有土豆嘅。有點心土豆。這個。所以兩百支咪是頭先講嘅咯，蒜頭，竹角，然後個河椒咯。係你啊？對咯，然後ยัง係嗰隻係個我未。黃水枝啊，就是係你coriander seed。黃水枝嘅。係你就是人講嘅倫巴，你記唔記係你倫巴枝咯？你倫巴料係啊，你講話係倫巴就是之類咯。coriander seed。黃水枝。就你食嚟我是介味所嚟咯，菜頭粿。別個你是個只八劍啲醬啦，八劍啲是介味。都是即係味所先試行。兩百千。你另外味啦，因為你兩百味啊。是啊，你講印度人都冇食呢味所。coriander 有啦 ，coriander。做了。原是只是用煮嘅兩百咯，用唔用啊？特別煮過來是你slap一擺落去係都搖下，噼啊！你食咖喱麵嘛是？你是 mustard seed，coriander seed 有本來我煮係你叫咩啊？係 dal 是咪是係 coriander？係 coriander seed 咯。那煮 dal 辣椒อุ่น係รสจัดนาย dal 啊。係 kurma 咪是用呢咯。kurma。伊人嘅味素 mainly 呢是 from 即係 coriander 嘅味素。香啊！即係比較係。我是cumin咯。cumin。嗰隻行。Mexican 我係 cumin。嚇。我炸味嘅咖喱麵啊，上面是有係即係 coriander seed。coriander seed。好嘅都是用嘅嘛。黃水枝。係你用乾巴啊，因為你咖喱麵番椒都是用這個做嘅。OK。係咪？咖喱麵番椒就是用黃水枝做嘅。對，因為係番椒咧，係黃水枝。而家你香嘛，冇像那普通番椒，有一個香嘅。伊唔是絲亂嘅，嚇。對，唔是。哇！你等陣我會唔會別人講我哋都咧？你有煮麵樣嘢食？我哋都咪是樣嘢，阿明爸爸。你冇掉，你冇掉。困嘢啊！你困嘢。我就係英國中是樣嘢嚟嗎？你困起咗？冇困咯。做咩件了？我聽啦。英國中我唔是英國中 ，sorry。我哋都唔是，我哋都係，我哋講呢個時候俾聽好啲。我哋都你想到你要煮是你想到 classic 嘅樣嘢食是係咪味菜？係咪啊？你煮到湯。OK。煮茶。有你要煮呢？你我要煮呀，我要死啊！我要煮南面。非常我你係壁虎哦，唔係你係壁虎哦，南面湯嘅。按照其實講南面是樣嘢食咧，我從來唔係過。是啦，呢是樣嘢食。呢是成日面啊，嗰是成日你先要食啊嘛，成日啊。冇以前只是要食就是樣嘢咧，不然別你人食食邊樣嘢食。有係豬嘛？有係豬嘛？反正就冇係豬嘅。福建麵都唔是樣嘢食。福建麵咪是。麵是福建麵。我就南面唔是福建麵。OK。你是講安怎啦？會知講南面是樣嘢食嚟呢？你上次你是豬嘅嗎？
我教同嘅，我個冇咩會接受講南面善用啊，之後咧。actually 對我嚟講是咯，特別一時是因為我係出嚟人講是，所以我唔知。actually 我出嚟人冇掉地主，嚇成節面是南面是講方式去俾人，我講住啊，แล้ว特別我唔知做咩somehow啊南面我是到底我嘅頭南面就是樣嘢啫，แล้วก็有南面我是行個大漢時是南面大，特別是有จาวา面跟南面出隻味，我只係大就是南面跟จาวา面出隻味，唔知是 ingredient 上所以我唔知啦。冇相啊。แล้ว南面響。我感覺南面伊只 unique 嘛 ，because 啊，我想講是這麼隨性樣嘢，即係因為我感覺到伊有只 element 是上個OK 唔是講只三拜咯，你配三拜只吼，只個特別咯，個上個跟樣嘢 style 咯，配三拜只。誒，呢個杜巴咧，呢個杜巴。嗰隻每每就是三拜不拉真，你使想講你做三百不拉真配即個南面三百不拉真是唔是上加？譬如是你做三百不拉真有時淡薄技巧冇上嘅。上嘅，你講下你三百不拉真怎做？我俾學先。上嘅。我是嘅係個環照咯，環照咧嘅係個不拉真嘅鋪咯。誒，我聽到一聲嘅是 robot 是 why clubhouse 啊？我 clubhouse 是咁別人你當然聽我嘅個電波。哈 ，OK， 所以嘛是嘅咧，青嘅環照啊。我少有別別。別人咧，別人有表。當機咩？別人講我係表。伊唔是 clubhouse 嘅數 ，maybe 係 line 嘅數。line 嘅數。即係攞line嚇。maybe 啊。攞line line 現在 line， 你嘅拍生係送下掉。我仲用有機呢。難嚇。啦，發現真嘅。OK， 咪見你講，但是講我別，但係我叫你出去一個到端嚟確怪教佢，特別你 try 當 continue 講下就去講。OK，咪嘅硬環照咯，了係不拉真嘅去補。你係是講在外國哦，伊不拉真係是冇人煲馬打嘛？如果再做咧，你嘅係你 aluminium foil 哦，包伊不拉真，了你嘅係你嘅釘啊，嘅釘咧嗬，係係你 aluminium foil 係佢補啦，等嘢嘢不拉真嘢個鐵啊，行到個開啦，冇得人去煲馬打。哦。哈 ，OK， 你真係到底點解會做過呢行佢嚇？冇，這是 the way to get rid of the smell。冇，即係來幫我打我朋友去過改煮，不啦真係人，แล้ว個一個人啊，伊個最破嘅，啊你阿嬤啊，也最味，你煮不啦真嘅最破咯。阿嬤個 A 啦，中國 B 啦，中國這物件嘛是炒嘅。是咯，是啦。那等等韓國不冇所謂，畢竟韓國天將自己不是差不多呢。螺螄粉炒啊燒啊，螺螄粉什麼？一種食嘅物件，螺螄粉。啊，了嚇，了補了你放工你不拉真了，了到。了係長咯，我特別驚是我有當時我伊無開爐啊，無開炭爐時啊，開炭爐時因為一補不拉真嘅網嘅嘛，แล้ว一壓掉，然後咧補，我定到時陣時去補，你特別補，你個別使補一條抽去打嘅就燒去，你補去打，แล้ว那是有當時無開爐時，我伊是邊啊下到啲頂位，แล้ว補去當今係我面呢。當見啦，人家啦冇用開炭啊嘛，你用 gas 爐你開開啊，แล้ว你邊頂係一個係你metal rack 啊，แล้ว你不來當邊頂係佢邊頂咧，又可以補呢度烹啊嘛。哦 ，OK 嚇，แล้ว你特別補嘅烹咧，就係係即係整啊。整嚇，整係你嘅啦，係嘅啦。因為結啦，伊是酸個甜嘛。嚇，แล้ว烏係糖。所以你不拉真是鹹啊，鹹。แล้ว迄個結啦有甜有酸嘛。แล้ว你環照是熱咯，所以鹹酸甜熱嘅咧有得所以你好食。
特別你無係計糖啊啦，看你結啦到底唔到底啊。有系糖。誒，你我問你好，你安尼樣嘢食得厲害，你人啊，像你出來就是正三擺正只謝對唔對？我家己厝我無咯，我家自煮阿冇食甲用嘛。無啦，你成講你甲你馬來西亞，你人正一三擺吼，你有下半入去伊個。成都。係成都？唔是你三擺三擺迄個正固啊，你有下半入去攪，互伊熟伊三擺起來一食哦。無啊。呀，我是想未起，你叫做咩要一個名唔是？你咪是特登講係咪？哈，我想未起啊！哈，路咪叫路麥啊！你講係未定到路講。冇咧時間，你咁配嘢話嚟啦，路咩？唔是路咩？唔是，哈叫嘅係咪路麥啊？係咪物件？我 OK， 哈你叫，我未叫，就人講有隻名。講過嘅，即係物件，就係阿弟家公講，係含人講嘅。哦，可能是阿弟家公講嘅對，可能。哎呀，要冇嚟。啊，等下我看你困起啊，安哥。應該中啊！應該中，你在講正三擺了，正啊，正三擺啊，然後就這。迄個正嘅時候不是正嘅，我那就會講去正嘅啫。嗱，講正三擺啊，你正三擺咧是你處上下。吸白半落去，伊個正固裏面，然後佢攪半，所以你成熟嘅咧，伊三擺接嘅咧，係你 action 啊，有一個名就我想未起，人甲我講過，我想未起個名，但係你講咩路麥啊，什麼？後面 do me， 唔係 do me 喎，你就 the action of 我知嚇，係你有一個名啊，我即係樣嘢人叫做一個名，唔知。我哪唔捌聽過哦。點解我阿媽？我冇肯做啊！我一頭整了係最 safe。你確定你買車咧是你每塊在上面？啊不，就我冇肯食。嚇！我冇肯食。我咧是大擺是正三擺，我厝我係工是直漸是正三擺嘅，所以我大擺是正一三擺咧，我就是吸半起來，因為我真驚。你後尾熟嘅咧，伊接嘅咧起來，你咔起來 ，because 伊嚼頭嘛，伊嚼未泡咗三步，伊有空咧熟未起來，你咔頭姜咔未了嘛，伊接，所以我就下半去攪咯。阿龍我頭我冇時就笑啊，其實。係咯，是我。你做三擺咁樣做三擺有香啊？你三擺咁樣做三擺有香啊？香啊！OK standard 啦，邊個 standard？嚇，是講你是看你家己調味啊，你愛安怎較濟一個較少啲啊特別嚇等我想看是番椒，有係咧哦嚇，係咪？有係香，還是跟那番椒呢？無係咧大粒葱嘅哦，大粒葱是豬骨啦，是個正是個用嘅，我就估。我做兩巴，做了是個麥。兩巴對。做了是個麥。咖喱。加即係長頭姜加蒜頭嘅。สไลด์喎係你สไลด์是。係是路邊煮龍巴是講路邊สไลด์叫咩啊 ？Lemon grass 叫做咩啊？長毛會叫啦，兩怪啦。阿龍我頭晚嚟嘅時候，我頭毛個較深嘅，當金卡，啲卡好巧，我成實小可困車，我冇撞伊嘛。阿 John 啊，阿 John 在阿毛人啊，伊人若是炒物件伫伊個店炒物件了，你若是要你炒物件伊個店都留着物件啦。了阿毛人成個法國嘅主食啊，伊人會用伊個味素。伊人都 stop deglaze 了 deglaze 我是會想在安尼款爾，特別你講嘅真古對嘅意思差不多像個 deglaze。所以接起來了，特別是你要買拍生嘅味素，你要用來嚇。你是講好嘅樣嘢，個無類嘅樣嘢咯。無類樣嘢咧是點樣交配啫？啊，做下一對咩？我唔是係叫我食。那是好食啦，特別你以前這個是應該是真好食嘅。好食，我到底買睇個料夠你講。你買？冇啦，阿 John。I think 你食肉豆粉啊？我看你食到肉豆粉啊。你嗰陣時有食到肉豆粉，你我感覺。嗱，三隻啦，咁是肉豆啊，是 mineral。
哦，即人。佢那個只人冇用整蠱對了啦，人俾整上班隻人。誒，點知我冇得睇隻 article 呢？講整蠱伊個整蠱整出來，一個白伊個整蠱整出來嘅 blender 一部相，伊是 cut， 伊唔是 Bruce 咋？哦，伊所以 Bruce 伊油出較濟。做咩事無相咧？有 hit 嘅一小塊啦，要抓。做咩事無相咧？就是因為你用 blender 嘅時，你加個了錘啊，個了 blend 啊嘛。特別嗬，你用整蠱整嘅時候，伊個迄個麻辣醬啊，擠起伊個番椒味啦。咀。但你加，你都加上拜是咪是要hint of 上拜咯？所以了一個是伊是講樣，你整蠱整掉嘅時候，伊物件是。Bruce 掉伊個番椒啊，物件咧內面物件咧是 Bruce， 伊唔是 cut 咯，伊 cut 嚇，伊 cut 一小 cut 一變做一小水啊，伊避不出來咋 ，because 伊多來是嘛。啊，咱整蠱是把多呢嘅煮一下，伊油出來個啫，所以變做伊味素係較香。แล้วลูกน่ะสิที่ล่ะบีนี้ลูก用伊ที่ปุ่น伊คักปุ่น味素ลูก整咗伊ที่คักแล้วลูก有加味素出特別ลูก加嘅是伊切伊爾ลูก無定掉伊คัก伊ที่คัก所以伊味素較無呢出來你講淋巴用吉林啊淋巴用吉林伊部吉林較好食嘅人的有影是是，伊無上掉你咯，就意思 ，because 是 Bruce 要 joy 嘛，是講個浙江啦，老實講，咱是，一個是有 love， 一個無 love， 一個是有 love， 一個是其他，baby 啊，一個是 machine， 一個5塊，一個15塊，嗱咯。Human touch。John 啊，你講嘅迄個盤啊，去揾上班啊，看咯。人家這是夾咧比哦，正新嘅整蠱，用個比正啊，夾咧盤啊去熬迄個咧椒會分出來嘛。但我都唔知將你去夾食嘅盤啊。冇，這是我哋用嘅 season 咧整蠱咋。你識整蠱啦，你咪是cut起來嘅時候，我頭先咪是買cut上清氣咯，嚇，你時間cut攞去拌落去 ，because 我cut 這些呢，我人整上擺咧，我係厝我本身嘅基礎無正嘅咧，無咧上正，因為我係爸母兩人們做工，然後我特別我去我姨嘅厝食飯呢，我當時就掉 before 食飯嘅時候，我正上擺嘅，人開飯人佢咧煮隻好時啊，差唔多係好時啊，嗬，然後我就整咯，我就整好時啊，是飯已經是食嘅，所以抓位夾出來，我睇攞 cut 攞頭姜，攞起下邊嘅攪變咗一半硬嘅了去，然後我就 cut 嚟煎佢。當然時候都計有，現在用爐底切脆嘅咯 ，something 嚟咧，換嘅咧 sauce 嚟，拍生嘛 ，because 哎呦 ，can share Google Meet link， 哦，你會去 Google Meet link 啊 ？OK， 真係這幾百千啊，百千啦，唔是幾百千啊。嗰個亂煮可能嘅。等陣我係落啲咧 link 到啲定面嚟，佢話拼嚟。係有陣講你別啲阿女看到我見你煮嘅諗你，我係見成日嚟先。OK， 等陣即係有看到non啊，你別OK， 等我 share 頭人看啫。我特登要煮攞沙巴嘅啦。哦哇！等人成日嘅時我煮。個人成日特別煮啊。等人成日。這邊買未到麵咧，可能會麵。嚇？對唔對？未就係你記住隻會麵啊，冇咩買到。但係未就係 Korea 人冇食就靚物件啦。未必我去 Korea 打。因為炸醬麵不是差不多啦。冇香，伊冇香。我是冇香，特別一差不多。我有。because 我正食Korean， can 你食Korean 啊，所以我食Korean 物件覺得有，特別伊都是無香喎，伊個味嚇，伊較肥淡薄，แล้ว伊個阿咪咱個味較散淡薄，แล้ว伊個用一支酒較濟過即個 Korean 嘅味 ，because 你知咱食伊個味嚇，你食伊個味素，伊個雞淡薄，伊雞個味嚇，食要緊嘅就，แล้ว食啊無咪香啦，是講無伊雞味。水，嗰個係要撐。攏知做咩事係迄個見哦，攏知做咩事係見哦。唔知。係橋啊。係。
無，嗰就是係堅甲袂歹，因為伊嘅 pH 甲會打寒哦，卡一個 alkaline 嚇，alkaline 嘅嘛。哦，佢袂臭水，伊甲袂歹，伊袂歹下着。特別，阮是甲球啊，甲只誒唔是水嘅味甲球嘅。是咱攞嚟 function 啊，特別 mainly 就是被 preserve 咯。誒，我想講伊是拖，伊個拖係長，伊個 elastic，所以伊個拖係長。好，伊個一個 function 就是係見啦哦，伊個 starch 係變黃色。有影是，變灰面去咯。雲吞麵。誒，我擺清啊，我 accept 你是我 deny 你，我斜講我訂啫，我唔知我訂邊噃。亂擺清嗰個走，我唔知。啊，真啊，你是大得咯，就是啲。我到啲 Kansas City 美國嘅。哦，OK。哦，地都啊，我唔敢煮。佢哋是南面啊，南面，我一內事情啊，是。我啲都啊。我哋都係內事情。哦，我哋都係內，伊唔是切絲，伊是切粿條嘅。粿條，你切成個麵條，河粉。誒，無人很食咩？就是有呢。食咩？一開始係種做咧，就謝咗，一開始Korea 嘅 style 就。係咯，係個了。Korea 係咪 Korea style？Korea 就是你講煎的兩類啊，薄煎的滾起來個切的。啊，是，當我講到日本啊。Calamari。即係會使做 cat free。啷 calamari 是講係 Karen 嚟嘅，是啷叫 Karen Marie。Karen 做 Calamari。無論就係 Karen 啊，然後就你 Karen 啊，什麼啲就係 Karen 嘅。超雜好。香港車步啦，就是 Karen 啊，所以兩我乜切係講 Karen Marie。啊，教授字你講未？教授字。我講伊做即個麵伊，佢哋內切個呢大條，成個做佢哋 cat free 無卡無嘅即個南麵咯，就是跟哦，跟啊，哦，即係學做西隻，照洗嘅南麵，跟哦 yes，我未諗過。呢個卡無，老啊都係食麵啦。啷南麵啊，有係米粉嘅，啷是米粉麵係跟南麵嘅。冇跟南麵嘅好食，南麵係米粉冇食，白白冇塊嘢食。哦，誒我到底八十萬，我扮山嗬，我食南麵，我是米粉麵，我係米粉。係你個口味冇上。我感覺到伊米粉會縮到伊湯嗰隻，貴米，because 伊嘅米卡 plain 啊。伊米粉縮，我知道對意思，我食得南麵嚇。成個煲啊！啊，做生意嘅仔，做生意不叫南麵我食。冇。誒，冇邊咧有隻南麵喎，我常常看到特別我冇特別愛食，我冇咩愛食嘅。誒，我冇食嘅。白豆我對其實我去吹。誒，冇我食隻本，我吹隻好似一隻胖嘛。誒，啲唔是講嘅真正老啊，一種嘅蛋變成福建麵咧，特別伊比什麼好似係。特別好，我食南麵，我 feel 到啊，我頭腦南麵是上加福建麵特別無落，冇食福建麵，無落，無香，因為完全無香。要係煎糊會使去，我係使梅哦，亂嗰隻有隻南麵人啦，到都打好食。哦，好食㗎啦，好食。你去吹啲糯娜叫糯娜煮咯，但係大味所必香嘅。冇啦，阿咪係你人大啦，咪多潮潮嘅咯。咁你古早第出名就是迄個紅椒，迄個 Red Rock Hotel 對面嘅一隻大咯。誒，你意思用一拍大嚟至少到成隻麵嘅。誒，成隻麵條啊咩？淋在呢？淋係咪成隻麵啊？係我買古早啦，當佢個。咦，當然冇咧咩？唔知。我就講，伊當然伊是一個大間嘅個別店嚟，當然。有喎，冇咯，你講 Red Rock 對面係一間，我聽到佢去食福建麵，我都冇講過講，佢係一間有賣南麵。佢一間特別有賣南麵，because 特特話寫過啊，一寫到對人字成日字面上嚟多嚟字嘅。
伊另外一個別店嘅。伊不要看等人字啦，不，我哋都。所以我是唔知講佢哋打個有啲無啲啦，能見。是唔是係嘅係咩 hot cottage 係咩cottage？唔知叫咩 cottage？我覺得就講動劍就係咩啫？動劍就係咩？多啲咧多啲咧，係新嘟嘅旅行社誒隔壁 block 嘅。誒是唔是古仔有一間講呢？阿妹比較個地嘛時候。對，baru pen hotel ya, baru pen就 travel 嘟，喺邊啊？喺邊一排，上一排。唔記啊，總之就是你 Red Rock 嘅 hotel 對面咯。lim bla bla lim bla bla， 嗰個 lim bla bla，lim bla bla。而家係只苗苗lim bla bla，但 lim 係咩鬼啊？哦，我唔記得。不過有啦，你 Jeffrey 嗰個有啦嚇。以前講有。哦，你去 try 下，你係佢只真係 report 玩嘅。OK。佢只真係 report。我只飛機嘅啦，誒，這個是咱2022年。我主要未歹食，我講我主要我食，未歹食。啊，誒，你講下啦，你自己主要未歹食。我除咗啦，阿廉成節面啊。阿廉，對，我都除掉啦。誒，條西唔是我哋都啊。OK。但係你唔就睇到羅納界講伊個 secret ingredient 是壁虎，你睇到？我咁差，我冇用壁虎，我是用你係咩啊？冇，即薄門แล้วก็แห่เท้าบากุด冇你是講你叉是啦，把叉你叉嘅時候就是夾伊油，同埋把羅納講嘅是夾伊嘅三層吧。白油，叉可以出油淡薄啊！嚇，แล้ว是伊咪是油嘅時，你點啲邊糊落去，แล้ว去叉可以邊糊嘅味嘅。你把到 next time 煮嘅時候，你夾係邊糊看，伊味爽咗啦。啊！啲邊糊，是怪好食嘅嘛？我嗰時食邊糊是人炒菜啊，咪人愛係邊糊嘅嘛。就你係啊，不會是三個對面嘅上面。三個對面，我主要是 MCO 時，我冇做工嗰時，咪是多做煮咯，攞幾屁怪咯，是幾 try 看。我是對講我媽都教 recipe， 但我是用我自己按㗎啦 ，because 我冇我媽都冇學 measurement， 是講我係這裡係，然後我咪自己變咯。OK 啊，煮起來我自己。佢調嘢咧調我佢調嘢味素嘅事，鹹精แล้ว煮係怪 OK 啊，怪好食。Actually 係你攞嘢 recipe 哦，咁了無人什麼呢？因為安裝都是會 work 嘅，咁啊，就是時間嘢鹹精調啊就 OK 咧。你話係幾個嘢 taste， 你 work towards 你就嚟 taste 嚇得啊。OK，下面物件愛注意呢咧，就是你做兩擺時，下面料咧，你袂使下上濟，都是兩項物件，一個就是黃薑，一個就是龍桂。這兩項物件咧，袂使下太濟，你物件都無食。伊 ratio 咪就對啦。你包未曉啦，就手咪去辦山幾橋好啊？一個黃薑加龍桂袂使下濟，龍桂下濟你物件想煮垃圾下龍桂太濟就khó咧無食。啊，係即係嘛是啊，要教授這科嚇。我會教無要會教훈啊，你係會教훈嘅科呀？훈白，冇啦，用白。咱馬來西亞冇用훈嘅，用 fresh 嘅嘛。我等陣我講佢係咪物件？豆漿係就點樣講？會咩？豆漿是鹹嘅咩？有啦，冇講。會比較甜很多啦。我俾講佢嘅，我只係食啲豆漿。哦，我冇想到啦，我是嗰隻會膠是係咪物件啫？有藍嘅是隻，有藍嘅是。哦，那是有藍，唔是那是有藍，我今日食有藍，我叫嚟อุ่一規地嚟อุ่三擺。會膠啊，嗱你手機咪就係อุ่咗，嗱你手機咪อุ่咗。
會啦，特別你無成講跪地叫啦，一切你散嘅可能嘛，無你唔是薄你食有冧無食，你會叫我食是會叫伊是散成個冰機嘅呢肥呢，伊唔是成講成人平時叫呢肥嘅嘛，所以伊較散成個咖喱嘅食法，你咪壓伊咯，你若是講切片無好食 ，because 你未伊無加熱嘛。你特別爆掉伊個咖喱嚇，你特別夾幾條啦，你อุ่น環椒，你會使包成乜嘢話地盤啊，還是即個咖醬薄袋啊，看做只好食。好食咩？好食。未食啊？未食啊？食咩冇喎？我冇拿沙食。會叫會食嘅喎，但是講你家只食啦，你家只食啦。我冇看。食咩嚇？我特別食就冇啦，實食，未必冇食咧蔗啦。OK，你嘅嚟夾，你薄，你夾นะ嚇，你咪攰大咗嘅呢，係就隨你薄啦。特別隻胖，你真係會叫 B。對，隻胖。你不得 try 下，你做烏lâm嘅事。誒，我就係驚食烏lâm，但係講我今日烏lâm梅我就食咯。烏lâm三拜。有一個味道個路過嘅呀。馬來人嘅 restaurant，伊係佢到底有諗嘅了，就係經。個起經嗬。Mina，只古誒，即係 restaurant 唔知試咗。我不聽過嚇。伊係佢到底嘅，哇！伊是你使警察入面嘅了，伊佢到底有一個啊，是個了有諗嘅。熟哦。你得了我那只是。馬來人嘅迄個大團，伊係迄個飯嘅大，對，即係有攬嘅 tray。แล้ว伊上擺下面啊，就是你卡咯，有迄個做 Raja 啦，Raja ulam，Raja ulam 啊，唔是不做 Raja。只啊，伊有攬。只ulam 啊，人只。神龍嘛，你看人嘅 Clubhouse，唔是人 Clubhouse，人嘅 YouTube 嘅朋友，隔離講不多嘢啊。人講話 all food yum 了juice 即係 juice 是別胖嘅，講個白個 Jason 講 Hi all having my curry fish head and suddenly discovered this life always watch the horror stories recorded next story horror story 我那路幾個數哦。幾個數有，耶！嘅事咯。耶！睇就我嚟講啊 ，next topic，你免走，你就 stay 就正 OK 啊。แล้ว我當然笑打，感謝即係นนา舊主席，我上個時間講未了個，白刀就對嚟，你上個時即係咪嘅？你會專樣嘢才冇講過。Facebook follow 我。誒，你依個正舊講嗬。等陣呢個冇請換冇嘢，依家舊解釋唔嘅。Facebook chef 方面。你係 Chef Jules 對佢哋啊？你看 chat 會要係啦嘛？佢真係。伊嘅 Facebook 叫做 Chef Jules，Jules Chef Jules。Facebook.com。咁叫 Jules 啊 ，Jules 你自己學自己啊，冇咩啊 ？Yes, because 古早拄着咧去 travel 嘅時候，咁啦聊好叫咩名？你名你應叫，我古早啲做工嗰陣時叫你叫鄧人名嘛？哎呦，是。讓阿嬤叫我黐開個派聽，黐白，黐大隻嘅派聽，所以是。是我琴橋係咧Google Meet 嘅 room 聽日。我咪攞 YouTube 時間再去看下，即係攞去 YouTube。你去 YouTube，你隨便你學緊 podcast，都訂邊你學緊 podcast，然後一度跳一個 live 嘅一個 clip 出嚟咧，你接你 live 就掉啦，交公事，叫咩事交公事 ？OK。冇交公事啊？要識交公事咩？冇新 number， 我冇新 number，because sometimes 我愛。交公事是抓別啊，定住你呢排。graphics 唔掉 ，sorry，graphics 唔掉嚇。伊是 live 啦 ，whatever 畢竟係。煮牛奶只。有我梗係食學大嘅，昨天我去食印度嘅 food，有一個味線，介紹咱嘅學大嘅味線咧。有就冇是個學大，真冇是個只。這麼是冇是個學大，我真冇是個只嚟咗。係龍家咯，你我just 個只龍家多嘅。龍家多啊！呢邊冇聽出龍家多。阿三laksa嚟啊！我都呢啲舊衫。阿三laksa。就去亂舊渣我坤北車。阿三laksa 是 iconic 嘅牛奶 food 嚟。Hello。阿三普吉。
伊無的罪就攞嚟，是啊 ，OK， 遲走俾你。咱講個一邊先，咱 Clubhouse 係要 hang out，咱 OK 嚇對嚟啊嚇。但係我講，我等於我要幫伊 website，但係伊 chat room 會你講要係。係咪 Juice？ 嚇，而且 FB Chef Juice 你都隨，有時候都隨 CHEFJULS 啦。咁但是都係爬 Facebook.com// 嘅話咧，頁面係你我自己嚟。冇我俾隨意 website。就係 Juice Kitchen on Fire。哦 ，Chef Juice 變能啊！冇 ，Chef Juice knowledge 呢？knowledge 呢？是看啊，是你啦。等陣我俾，等我 Clubhouse 啊，對，我攞看到。這個，依家呢個就出名啊。When Yang can cook。Yang。哦，所以嗱，細個看到哦，這個這間是滷來啦，你寫入紙係。你食未攰嘅啊，好料哦！你lâm產教術水，lâm產教術水，要貴嘅水。有你看這個特別是有迄個兩百斤咧，這。伊這上個半減地漲，特別你做那幾都是半減地漲嚟，特別你做地。哇！我做過嚇。這你是過來賣還是？人幾多係咪？自己食。這裡是 MCO 俾 LC 嘅人啊！我哋 friend 送我係咧，伊係咧 breast 嘛，然後我你叫佢咩 idea？伊規日叫我做布魯大大啦，我都冇時間做，因為布魯大大個口俾一落地食就數，即煮規磅食，特別我是個食波緊。一個啦，一個 breast 特別檳榔是白嘅，檳榔是冇用藍嘅，是講藍加水嘛，成家你麻辣咖嘅，because 那個白白嚇。要係藍色落去嘅，藍花嘅。冇白絲那看哪幾哩？你看，係伊個醬。我 don't mind，我食只呢。伊醬。I don't mind。即係佢哋醬啊，你做硬啦，冇辦法就做咋。嗱，誒做 shortcut 嘅醬我都做咋。嚟講啫。啲嘢又係你 sushi 冇啦，係你殺價嘅啫。殺價嘅後，你係你啲咧，你係你係你料落去啊，比冚咧用係你煮落去啊。嗌出嚟咪是醬，用嘢醬特別是 shortcut 免去包個輪啊。所以你煮比另外煮啦。白面赤糊啦。你煮比另外煮。講包嘅事。because 包嘅時，大家冇時都特別用佢哋醬料嘛，是用佢哋料嗰啲包嘛，麻煩嘛。所以脆餅了啦，你煮比脆餅了，你自己都去係啲南邊嘅嘢啫啦。哦。三包了咯，三包了咯。啊，就我做落刀，一刀是做，可能一刀咪是沙頭咯。你講，我俾齋下，你 before 咱看大事，咱差唔多幾點先？你南邊啊，伊我看到白白，你講你。佢包咁啲醬南面安怎做滷嘅，安怎做？哦，佢哋咪是用兩把煎咯，就就咁嘛，用一角咯。然後特別咧，還是講你板你家己製，佢哋一角係哦。你夾伊個筋出來，伊個曉要做咩？咪是剁參去個了。哦。然後係咖喱咯，你係 pepper 咯，你係杜巴咯，茶咧係糖咯，冇。แล้วทั้งหมดของแต่ละเจละอันนี้係當個條是甜啊嘛，你ทั้ง係淡薄呢啦，แล้ว係鹹椒嗰類啊嘛，係點做呢？係土豆對。你淡啊，我看到你小英翕者咧，粉佢哋是兩百斤啊。土豆腐哦。土豆腐。OK。因為我就想 before 你聊我會問一個question，但係這裡那你講一句倫巴金啊哈，而且倫巴金是蝦米意思？啊，但係講嘅冇睇到啊，你冇聽到？錢啊，倫巴金咯，咪叫倫巴金咯。啊，係你試行咯。誒，我冇別曉，我冇頭一擺聽到呢，我知道，啊，我聽對，特別我唔知咩意思。包冇講聽，你係 explain 佢下面倫巴金就是而家嚟用佢哋竹角嚟煎咯，因為竹角要曉嘅嘛，咧依個一個成個薑可能一啲土魚聲，佢哋是淡薄圓圓嘅，伊味咧是真重嘅。如果國曉你未吹到一個竹角嘅，佢哋薑曉，你會使買佢哋沙薑飯嘅，都是香嘅，佢哋香港人用沙薑飯嚟拌，用煮嘅迄個燒白用沙薑飯嘅。哦。
他们是都係食多香港嘅 grocer 為就是一個嘅款咯。對，你是吹袂到，迄個 fresh 咧，你去迄個香港嘅 grocer，你揀啦，真係吹到。你看，伊吹到大一個喎，一個去晚上買沙姜粉，沙姜粉你香港人用嘅嘛？嗱，我伊幾地喎。冇，好呢。你看咧 YouTube， 你看伊即係當人嘅啦，當國嘅，伊是一迄個一個切片，你看成個人食咧油炸，你看啊。哦，這個唔是啦，這唔是一個啦。你講三斤真唔是個咩？這是一個啦，這是一個特別大，唔捌看過。反正我知是有攤賣，Tesco 有攤賣都呢，伊款呢。嗱，款你上嚟。我妹就是講嚇，我妹就是講我，如果頂到外媽樣，佢就煮成講紅白龍白煎，嗱，龍白煎。OK， 龍白煎有蝦米咧？就是這刷一個刷姜咯，一個叫一個咯，人邊個人叫一個啦。下一個一個，แล้ว下蒜頭，下胡椒粉，參下迄個丸絲原絲子，迄個是兩百味嘅咯，迄個胖胖嗰啲啊，แล้ว即個夾嚟加啦，就是兩百煎嘅咯，แล้ว邊個嘅人夾嚟做幾多行？即兩百煎咧是大起迄個糯亞嘅半斤電醬咯。人迄個馬拉加人是叫糯亞醬，特別咧邊咧人無叫糯亞醬，人是叫半斤電醬，因為內邊有下迄個冬瓜條甜嘅嘛，แล้ว伊白是鹹嘛，所以咪叫半斤甜咯。แล้ว即個咧個用去菜頭粿咯。菜頭粿，然後參加嚟煮紅白咯，紅白我是用這個兩百煎都上咯。哦，別怪啦，講等我媽點紅白兩百煎啊，係咪意思啊？兩百煎啫，紅白嘛紅白。這個是嚟ingredient做嘅兩百煎咯。伊味就原啲嘅嗬，伊味就特別嘅即一個味。有，我就去攞個字嚟咋。菜頭粿是第一明顯嘅伊味嘅咯，菜頭粿係心頭大。當今嘅菜頭粿冇食了，當今菜頭粿冇食了，冇食，一冇用這個，唔真咗煮嘅冇食。伊成個白白，特別鹹嘅咧，特別冇迄個一個味。冇定標有係，冇定標係 still the same。我冇食到，我冇食到迄個啊。定到佢冇食啊 John。啊！你定到佢冇定標。我有去，特別我唔知有食到迄個菜頭粿。誒，成個是有咧，成個是有啊。我看到都，成個是特別看埋 video，我成個是有，你講起當見。特別我是講成個平常時，你其實行路邊真菜嘅大隻嘅嗬，伊嘅菜頭粿是你未食到伊個一個嘅味。你是咪是買掉你點心嘅菜頭粿 ？Because 冇心頭大，你係買貴大，買貴大。是講有冇？邊個攞叫你真菜去買貴啊？你買伊拉冇食係正，係正了累咧，佢哋講。你愛食去。我人講係你巴杜蘭鎮嘅麥雞好食。我都唔捌食過，冇食 ，sorry， 冇食。我都唔知好食本，切條來嘛好食。未食咧，切條來嗰粒 fail no，very bad，切條來就係。你講到嚟，到邊到嚟貴睇好食過，人家貴到嚟。冇定標呢？利鵝。哦，利鵝好食。布拉用正料，馬大料對面呢？你計想 fine dining 嘅呢？一啲數數咯。貴啦，較貴啦。誒特別好，挪位咯，我特別，頂住我去迄個你兒是特別一做一入面佢一杯壺嘅，一做一棟嘅鬼做食一杯壺，你就頂到人嘅。咱 anniversary 唔是 anniversary， 咱係先正是，咪是學人 sponsor 是打落嚟叫。對，我挪哇是按照只大嘅嚇，伊迄個挪，伊係挪嚟還是你後邊佢真正大嘅你假咯，唔是假咯咧。假咯，唔是假咯。我有地話我未記啊。because 我在上面，假咯人貴名係哦，講話，我就講。OK， 實食了，貴大對成個破袋，你貴個咧創嚟，你
OK， 假係放假，哈 ，OK， 感謝各位大家一邊啊，講個一邊成啊，咱講樣嘢就係講未了咧，因為咧佢就會去講，白刀有興趣時個都真係聽，佢就請下你攞拿起來個人學，按照做樣嘢，所以白刀那時個佢做臨面時特別係庇護，有佢查，梗係就特別嘅比賽，當佢哋話講樣嘢，講啊點差唔多1點鐘啊，禮拜咱嚟再見鬼步上話第時，感謝大家，感謝咧特別嘉賓，加阿龍出來特別嘅佢困佢，感謝。樣嘢煎，樣嘢煎冇啦。Nona，感謝 Nona，頭頭咩呢？有台灣變咗 Nona 係感謝啊！禮拜再見啊！攞多啲精，再有啲忙走哈！我琴住錄音錄了呢，感謝各位聽眾，禮拜再見，拜拜。